你係咪曾經感到心悸、胸悶，甚至莫名嘅不適？呢啲可能都係心翳嘅信號。心翳係一種常見嘅心臟不適感，可能表現為心悸，即係突然間感覺到心跳加速、不規則或者心臟漏拍；胸悶或者呼吸困難，即係活動嗰陣好容易氣喘或者無啦啦感到缺氧。咁到底點解會有心翳呢？大家一定好擔心自己係因為心血管出現咗問題，例如心律不正、冠心病或者心肌缺血先會導致。但係其實仲有好多因素係會容易引起心翳嘅症狀。首先就係心理同埋情緒因素，長期緊張、焦慮、壓力過大會刺激自律神經失調，導致心悸、胸悶。突發性嘅恐慌亦都可能會引發心跳加速、呼吸困難等等類似心臟病嘅症狀。第二就係頸椎或者神經壓迫，低頭族或者有駝背問題嘅你就要注意啦。長期耷低頭或者駝背可能會導致頸椎前傾，肌肉緊繃就會壓迫到神經，會影響胸腔擴張，最尾就會導致胸悶同埋呼吸不順。另外，頸椎如果因為退化、錯位或者椎間盤突出而壓迫到交感神經嘅話呢，都會干擾心臟血管嘅調節功能，導致心跳異常，即係可能會有心悸啊或者心律不正嘅症狀，又或者係血管收縮異常，即係胸悶或者血壓波動等等。呢種情況呢就稱為頸性心絞痛，症狀呢就類似冠心病，但係心電圖呢同埋血管檢查呢就會可能係正常嘅。第三就係一啲不良嘅生活方式影響，例如過量攝取咖啡因或者酒精就會刺激心臟，誘發心悸。長期捱夜或者睡眠不足呢，都會令到大腦無法充分咁樣休息，交感神經呢就持續亢奮，導致心跳加速、血壓上升。另外，長期過勞亦都會令到壓力荷爾蒙，即係皮質醇嘅過量分泌，導致出現心律不正或者心肌缺氧嘅症狀。除咗以上原因之外，仲有其他健康問題都可能會引發心翳，例如貧血會令到血氧不足，心跳嘅代償性呢就加快；甲狀腺機能亢進呢就會令到新陳代謝過快，都係會導致心跳加速。另外，胃酸倒流都可能會引發胸口灼熱感，令人誤以為係心臟問題。咁多可能性，點樣先知道自己係屬於邊種情況呢？關鍵呢就係要留意症狀嘅出現嘅模式啦。如果係頸椎問題引發呢，通常你轉個頭嗰陣呢個症狀就會加重。如果係心理因素導致呢，就可能會伴隨住焦慮啊或者手震等等嘅情況。咁當然啦，最穩陣都係做返個詳細檢查，排除返嚴重嘅疾病。如果出現咗心翳嘅症狀，但係又唔理佢，可能會引發更加嚴重嘅後果。持續嘅心悸可能會演變成慢性嘅心律不正，增加中風嘅風險。如果係頸椎壓迫而導致神經長期受壓呢，可能會造成手臂啊或者頭暈等等嘅問題。而心理因素引發嘅心翳呢，更加可能惡化成焦慮症啊，會影響到日常嘅生活。但係好消息就係，大部分嘅心翳呢都係可以透過改善生活習慣嚟緩解嘅，就好似調整姿勢啊，避免長時間低頭，又或者規律作息，有充足嘅睡眠。大家如果想知道更多具體嘅改善方法嘅話呢，喺嚟緊4月27號，我哋邀請咗吳樹人脊醫同我哋講解改善心臟不適嘅方法，包括飲食建議同埋體外反駁治療。歡迎所有有心翳跡象或者關注心血管問題嘅人士嚟參加。大家可以掃呢個 QR code或者 click 條 link 報名。